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。更何况是食色性也，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见君子云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呀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颂？黄公子越是以这个谈论不错呀。对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颂，颂乃宗庙之礼。习颂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我觉得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5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是人之有为啊！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嗟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！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
小人孟浪多有得罪。不知公子正在洗脸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啊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叛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差、唐乐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哎，哼，真是个呆子！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！姑姑，回姑！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里可安分？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魁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玉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，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抛石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
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，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，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魁姑换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绿叶惜素枝，绿叶惜素枝。公子歇，门外有一公主要见你。月儿，月儿。是殷公主。皇公子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感激殷公主挂牵，不知殷公主找子歇有何贵干？上次在后花园看到公子把玩软鞭，技艺娴熟，那软鞭更是模样稀罕，猜公子定是用鞭的行家里手。俗话说，好刀配好鞘，好马配好鞍。我这里有块上好的玉髓，如嵌在鞭柄上，正配得上公子的鞭子。你看看这块玉髓，是否合公子的意？这块玉髓是我母亲当年出嫁时的陪嫁。楚国尽管富庶，宫中宝物无数，但像这样好成色的玉髓却是不多见的。多谢殷公主厚爱，只是此物过于贵重，子歇绝不敢领受。更何况是你母亲所赐，理应珍惜，怎可随意送人？这也是本公主的一片心意。无功不受禄。太子还有事传唤，子歇先告辞了，多有得罪。公主是否即刻回宫？皇歇，刚才竟然把我当成芈月。依灵儿看，公主和月公主的背影还真有几分相像呢。你这半吃半呆的婢子，要你在身边有何用？回去。公主，你又偷着跑出来跟我去看小玉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怎么责罚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宫服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过就是给永香令白做2套衣服，什么何年何月？魁姑的眼疾，用药这些天可有好转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阳光都亮了许多，穿针引线别提多顺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荣先生好，好。魁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
灰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抚养小冉的郑伯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郑伯，我又带了些绣品来。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先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，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遗之于私，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葵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，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我医伤寒酸，应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。你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葵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时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，凭它，今后我一定说出个天下。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葵姑就先走了。舒妹妹，你看，好看
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微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织坊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织坊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遗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？何况月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哎呀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10个香甜睡不安稳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芈茵来给魏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搅了？玳瑁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微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。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罪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。
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音公主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音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。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银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！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！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！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！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！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婢子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掌嘴！说呀！魏后，魏后饶命啊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夜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帐摆，再施月刑。
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叶明珠之事与他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淑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的夜明珠？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威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碍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碍了我的事儿。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她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谊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威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威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芈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他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芈音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你们各持一词，我怎样彻查？既然那夜明珠是在月公主的针线篮子里被发现的，
而那针线篮子是月公主和舒公主做完针线，由绿萝送回各自房间的。除非微后以为这夜明珠是舒公主和绿萝放进去的，不然那只能说明，在针线篮子交到绿萝手上之时，那夜明珠并没有在篮子里。针线篮子被送到月公主房间不久，微后便派人查抄了她的房间，找到了夜明珠。而这段时间并没有人见到月公主回到过房间，那只能证明这夜明珠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月公主的。就算无人见到芈月曾回寝屋，并不等于她就没有回过寝屋。黄公子为芈月开脱心切，一味将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黄歇有证人，芈也有证人。够了，黄公子，你到大王那里出手芈阴，可我听来听去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，黄公子你脱不了干系。你身为名门后代，太子伴读，竟敢不顾礼法，滥徇私情，秽乱宫廷，诬陷好人，我怎能饶你？既然芈月偷了夜明珠，你拿不出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芈月偷的，那我只好判你和芈月同罪。母后，母后明察，夜明珠之事，芈月实在是冤枉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了。母后若要一意孤行责罚月儿，那就先责罚舒儿吧。此言何意？夜明珠本是舒儿拿的。什么？是淑妹你拿的？舒儿，你不要胡说。母后，大王，那日观赏夜明珠，众公主齐聚大殿，唯有月儿因母后不允，所以不能前来观赏。舒儿实在是替月儿不平，所以私自拿了宝贝，想与她一同观赏。在次日与她做针线时，悄悄地放进了她的针线篮里。为何芈月对你所说这些全然不知？舒儿之所以瞒着她，就是想给她一个意外之喜，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祸端。胡扯八道！母后，舒儿句句是真，侍女绿萝可以作证。舒公主说的的确都是实情。你们简直都昏了头了！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。先前说这夜明珠是被芈月公主盗走，人赃俱获，但太子陪读黄公子又出手公主芈英，说他栽赃嫁祸芈月。可到后来，这舒公主又跑出来说众人都错了，这宝珠是她拿走的。哼，这峰回路转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自己人听清楚原委，知道是场误会，这外人听不清楚，还当这是一场笑话呢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里定有其他内情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一个夜明珠弄得鸡飞狗跳，3个公主搅在是非当中，传出去，众口铄金，不知道有多少难听的闲话等着。大楚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大热天的搞得人人都着急上火。夜明珠，臣妾不要了，就当是孝敬母后。依臣妾看，此事也不必再追究下去，和气致降嘛。爱妃说得好，和气致降。母后，依寡人之见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谢谢舒姐姐救我，月儿此生无以回报。你我说这话就生分了，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并不招惹是非，怎么就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了？为何要处心积虑来害我？在那种情形下，母后肯定是真假难辨，气急之下听了小人之言，才险些酿成大错。但众人都愿替妹妹出头，可见妹妹的清白一望而知。月公主，其实除了舒公主替你着急以外，还有一个人比舒公主更着急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
又让你为我担心了。岂止是担心，是怕。我知道你被冤枉陷害，我怕我不能救你，不能为你遮风避雨。坐下来。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差点脚都没了。是啊，我若是没了双脚，如何洗衣做饭，如何照顾2个弟弟？还不如死了痛快，免得拖累他人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若没了双脚，我替你洗衣做饭，我帮你照顾弟弟。且不说没了双脚，退1万步，仅仅脸上一个刀子，就会吓跑所有人。那就让他们退避三舍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你真不嫌弃我丑劣不堪？无论何时何地，何种情景，你在我心里都是茂木如花的。我哪有那么好？你的好只有我知道。我黄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你我心意相通。看又来了，不理你。你不理我，我还是要理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命吧。米音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别跟我吞吞吐吐的。那日黄歇诬告婴儿，婴儿的确委屈。那日事情真相如何，你我都该心里有数。算了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，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母后说的是。嫣儿，你过来。自小你在我身边长大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黄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黄歇看得出你对黄歇有情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黄歇乃是人中龙凤，你若对他有情，并非是你的不是。母后做主，提起黄歇，婴儿心中好痛。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明明知道黄歇对芈月有情，为何痴心不改？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，若没有她，黄歇自然心意就转了。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，你和黄歇是否有缘，还要看你以后的作为。母后待婴儿情意深重，婴儿早已经把母后当成自己的娘亲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让你留意一下你那叔妹妹，她天性纯良，易被人诓骗。芈月心思诡秘，经常在她身边，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。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母后的话，婴儿记下了。秦王匆匆离开郢都，只怕是骑虎难下，知难而退了。当日寡人想用那丑厨娘给秦王个难堪，谁料想那秦王竟然顺水推舟，得知他弄假成真要娶厨娘时，让寡人着实尴尬了一下。现在好了，解围了。秦王求亲，剑指6国结盟，合纵在即，诸国当中，赵国、燕国、齐国都有与我大楚联姻之心。大王不妨在这些君王当中，与公主挑选一位佳婿。提起联姻，眼下除了秦王，其他5国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大王不妨暂时与秦王周旋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谁讲诸国只是嘴上说说？昨日魏国的使者已经抵达郢都，
给大王带来了诚意。嗯，什么诚意？美人，魏国绝色美人。瘦如肉体，肤如凝脂。寡人直到今日才晓得，什么是闭月羞花。芈月，你站住！我有话与你讲。我与你无话。站住！那日的事情，你恨我也罢，不恨也罢，反正我们已经是仇人了。我这里有2句话要与你讲清楚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以后就离黄公子远一些。黄公子一群之才，前程远大，与你来往，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。唉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你竟然辱骂我！我也是适才刚刚察觉，我与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，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对黄公子根本无意。那是无意，此刻却有了，你能如何？你竟然言而无信！殷姐姐对芈月恩深惠重，芈月只好食言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！站住！你别老笑啊！你快说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与你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当时芈燕气的那模样。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？对啊，我就这么对他说的。月儿，你可终于明白我了。我早就明白了，你对我好，让有些人看得眼红，气得肚子疼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。我对你的一片……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真知道了？说说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过些时日我就请屈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。一旦大王允诺，我就筹划准备，迎你入门，好不好？你老笑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好还是不好？不好！哎，拜见母后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禀报母后，
婴儿要告发奸佞之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起来，慢慢说。母后，有人要害舒妹妹。谁这么胆大妄为？就是那个芈月。不久以前，那芈月偷跑出宫去见秦王，并主动替秦王传递书信，鼓动诱惑舒妹妹与秦王私定终身。此事重大，不可信口雌黄。婴儿有证据，婴儿曾见到舒妹妹手中有一块方巾，那是秦王赠给舒妹妹的定情之物。你们若不把舒公主那日出宫的行踪给我说清楚，我定让你们一个个生不如死。为后饶命！想活命的讲实话。那日奴婢们在织坊门外等着公主，舒公主只跟绿萝姐姐一个人交代了几句。绿萝，为后明察，那日奴婢并没有随舒公主和月公主进织坊。把这贱婢拉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为后饶命！那日舒公主进织坊前，跟奴婢说让在门口等着，奴婢并没有见他们从门口出来，想必是从后门出去了。奴婢对他们的行踪确实不清楚啊。永香令，这个贱婢不见皮开肉绽，她是不会讲实话的。微后放心，带走。为后饶命！奴婢真的不清楚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为后饶命！禀报微后，果然在舒公主的装匣里找到了一块男子方巾。看看，你们做的好事，让我颜面全无。母后息怒。身为女子，幼从父，嫁从夫，老从子，你是楚国嫡公主，怎可不顾羞耻，自降身份对秦王趋于迎合，勉强以就之？自小我就把你当作掌上明珠，锦衣玉食，指望有一日你能嫁个好夫君。你倒好，自甘堕落，自入沟渠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微后错怪舒姐姐了。那秦王有情有义，那日舒姐姐出宫碰上越人行凶，若不是秦王拔剑相助，就几乎丢了性命。姐姐对他也只是倾慕而已，并无苟且之事。芈月，你给我放规矩点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就猴急着跳了出来。舒儿向来循规蹈矩，对我的话言听计从。这事儿要没有你这个贱人在中间作怪，他绝不会一意孤行，误入歧途。母后明察，此事与月妹妹并无干系。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芈月年纪虽小，但她卑劣龌龊，寡廉鲜耻，不是她的挑唆，你怎敢与秦王私定终身？母后该知道，秦王已向大王请婚联姻，要迎娶舒儿，也得到了大王的首肯。你不要一厢情愿，大王答应的只是把那个丑厨娘嫁给秦王，绝非是你。何况我也听说那秦王得知丑厨娘的真相，已仓皇离开郢都。秦王是向嫡公主闵淑求婚，大王用厨娘顶包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君无戏言。既然大王答应要将嫡公主嫁与秦王，就应该兑现诺言。既然秦王承诺要娶嫡公主，他就一定会回郢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舒儿，你何苦执迷不悟？秦王官夫伶仃，若拿他与赵侯雍相比，无论相貌人品，那是天地之别。那赵侯雍也是失了先王后的，伶仃官夫能差多远？好个芈月，你竟敢当众顶撞我！从你投胎出世就是我的克星，我一向对你宽宏大量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次我定饶不了你。舒姐姐与秦王你情我愿，魏后若真心疼舒姐姐，就应该成全他们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芈月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，关起来。是。你就算打死我，我还是要说真话。放开！放开！母后，母后，你饶了月妹妹吧。母后，舒儿再也不敢了。你告饶告得太晚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舒公主禁足高堂台。你们要是胆敢放她出去或传递私信，当即杖毙。母后，是。此事我主意已定，由不得你。你马上回你的寝宫，面壁思过。绿萝已死在报室里了。你们两个给我过来。微后，以
后好好给我伺候舒公主，若再有纰漏，我剥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那我就在这儿住几日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南后，晋上大夫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，晋大夫也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吃人的老虎，都让你们躲避三舍？南后说笑了，大王忙于国事，晋上也是四处为南后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晋上怎敢来拜见？哦，这么说，稀奇之物今日是有了。拿上来。这东的做工倒也独具匠心，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晋大夫怎可夸口说这是世间稀奇呢？南后可曾注意到，此物的材料不一般之处？乍一看像是羊脂玉石，可再一看，又比羊脂玉石更加晶莹细腻。这是何等的奇石，才有这样的品质？南后好眼力，但此物却非奇石所作，乃千岁九尾天狐之骨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？50岁狐能化妇人，100岁狐能化美女。正是。千岁九尾天狐死后，其骨化为美女形态，晶莹细腻，赛过玉石。夜晚点亮，可让宫殿亮如白昼。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。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，一旦与烛火接触，它便冉冉溢出甜香，充斥四周，经久不散。而这甜香更是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最暖男女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晋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！南后若是喜欢，不妨今晚就试试。大王如今连我的兰桂台都不来了，我点着灯又有何用？是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晋大夫，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，可无论再怎么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？这个，晋上不太通晓。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。晋大夫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也没少给你帮忙。看来今日你是诚心要向我隐瞒实情了。南后恕罪，晋上实有难言之苦。说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晋上多嘴，晋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说出来
定会有你的好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然后，大王出宫不为别的，只是去了离宫章华台。章华台？然后可曾听说楚国要与吴国签订盟约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为五国联盟的合纵长，魏国为讨大王欢心，献上绝色美人。何等绝色？晋上不敢说。这么说，就远超于我了。然后是日月光华，怎好相比？少给我油嘴滑舌，快说。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，出身高贵倒在其次，论容貌的确是人间极品，有如仙书下凡。男人看了只有4个字：魂不守舍。那为何后宫无人知晓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？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传旨赐魏国美人驻章华台。那吴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，竟然送来美女迷惑大王。一个合纵2字，竟然离间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。微臣看着，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告辞。夫人，请看那里，那是杜若。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，过几日就要结果了。魏国没有杜若，我听说她接子入豆蔻，根部是药材，能理气治痛，疏风消肿。夫人好学问，大王特意让人在这章华台周边种了许多杜若和碧丽。看，碧丽结果子早，都有果实了。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来，用里面的果粉制成凉膏，夏日消暑，可好了。夫人，仔细着手，当心扎着。夫人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蕙兰，那是紫藤。湖面上还有鸳鸯，这些都是大王叮嘱让微臣置办的。这章华台极尽奢华，但是未免太空旷了。偌大个宫殿，里里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。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随处走动，看到西南处似乎还有一个殿宇，楼阁台榭样样精巧，不知那是何处。夫人说的那是月华台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，荒芜得很。我能否过去看看？月华台荒芜萧索，断井颓垣，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。
这里为何如此荒凉？夫人，听说这月华台过去也曾歌舞不休，后来建了那张华台，这月华台也就被割荒了。宫里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，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对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，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若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后悔跟我说话的。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你，你的昔日和他日，都与我没有干系。遇上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，自己的命生下来，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。就像夜晚的月亮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不可能改变。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，还有15的满月吗？我又不是月亮。嗨，我只是比喻，别那么灰心。人总是有机缘的，虽没有预知，但总有相遇。就像你我这样，交个朋友吧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南后，请用膳吧，饭菜都快凉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啊！给我拿出去倒了！这是御厨所做上好的蒸鸡和鱼。天气炎热，大王政务繁忙，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要力求清淡。南后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大王今晚还会来吗？大王为何不来啊？奴婢听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，此刻夜已深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。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？大王干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夫人，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，是不是？